长出来！处长出来！处长出来！处长出来！不要诚意不尊重！没有诚意不尊重！处长出来！处长出来！各位职员朋友，我们现在手上有一份来自我们所属集体的诉求，我们要求我们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处长，我们县处长3分钟内出来，要把我们全部冲进去！对，处长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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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剩2分钟，处长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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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问处长出来？请问是处长吗？处长出来！我们不要副处长。请问处长在哪里？处长在哪里？大家一起来！处长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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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笑！副处长跟笑什么笑？处长出来！副处长出来！副处长你笑什么笑？处长出来！处长出来！处长出来！爱情会恰恰长到你边，可惜身边的人，是不是？不是你？副处长你的态度很不好。现场没有办法这样处理，啊，不要求我们这里，我这里。同理专家协会，处长出来，我们已经诉求这么久，你出来干什么？我们不要副处长了。我处理啊，好，我们处理。3分钟超过了，3分钟超过了啦。处长出来！处长出来！还是要一点，我们处理，请处长出来！请一手在现场拿着我们的诉求，我们请我们德鲁这边的朋友，包括我们各位现场，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民意代表，很多的村长，很多的部落组长，很多的前辈、耆老、猎人都在这里。我们请我们现在这个活动的主办单位，同理的生态协进会，一手代表大家把我们诉求拿给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处，好不好？存在这个传统林龙的干干了，我们很大的诚意，我们就是用和谐和平的方式达到我们的要求。我们的要求是什么？还我周业权，修订国家公园法，还有我们要落实公款机制，这样的精神，处长都不出面，这个是什么？我看国家公园滚，国家公园滚蛋，国家公园滚蛋！国家公园滚蛋！国家公园滚蛋！我希望处长好好的跟我们大家在这里接受我们的诉求，我不要副处长在这里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尊重副处长，但是我们今天的活动，因为落实伙伴关系，我们泰鲁格这个长辈们都到了现场，我们知道处长也在里面，我们不是来闹场，我们是来表达理性诉求，希望泰鲁格处长能够到现场，先来看我们的诉求，回应我们的诉求，我们是理性和平的表达意见。我们哪里来支持啊？是我们公法的权利。原住民基本法第34条，还我周业权，立即修改国家公园法，立即修改国家公园法，落实公款机制，落实公款机制。我们的诉求就是这样。我们县国家公园处长30天内给我们答复，要不然我们会号召全国的原住民族人到中央来抗议。处长30天内，请你一定要答复。如果各位泰鲁格族的朋友，大家平安。平安！集体都不平安。
今天大家的诉求非常的清楚哦，我们非常希望跟所有的朋友、伙伴，大家一起来经营这个国家公园哦。因为你们本来早期也是在这边哦。那我跟大家做一个报告，国家公园法修法在98年的时候就送到立法院哦，因为当时届期没有续审，有部分的条文通过，有部分的条文没有通过。那到最后届期不续审，所以整个法条是没有通过哦。那国家公园法修法还是持续在进行哦。今年的4月跟6月哦，原民会也有在邀集了内政部民建署哦，进行国家公园法修法的一个协商哦。那目前修正的条文，我跟各位做一个报告哦。国家公园法修正草案的第32条，原住民族地区经划设为国家公园者，国家公园区域内之原住民族，基于传统文化、技艺，有为传统农耕作业需要，猎捕或采取一定数量，且非属营利性质的野生动物、野生植物或菌类及其他经主管机关公告禁止事项之需求者，得经国家公园管理处会同有关机关许可之后为之哦。如果是重大性质的，国家公园管理处应报警主管机关会同有关机关来核准哦。第3点是落实实质的共管机制哦。我今年1月上任之后，就积极的希望跟大家建立共管机制哦，所以3月就开始制定了一些相关的规则，5月就召开了我们共管机制的一个会议哦，在原住民族委员会里面所公告的。太鲁阁的族人大概目前登记的有29500多人哦。那在太鲁阁辖区里面的户籍人口大概总共只有300多人哦。处长，因此我们当时推荐处长，国家公园内只有300多个人，就是因为你国家公园管理不当，把人赶出去，把我们赶出去，对不对？对。处长，你不要在这里满口谎言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国家公园。在我们传统领域里面，你们为所欲为，用国家公园法来管理我们族人，不妥当。让我们分散到各个村落去，也是你们搞的太坏了，随便人。太鲁阁国家公园是我们太鲁阁族的传统领域，所以你不能用限期300位，表示其他都不是太鲁阁族，都不是这个土地里面的。处长，国家公园是在太鲁阁族传统领域内，不是太鲁阁族传统领域在你国家内，你应该归我们族人管，而不是我们归你管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另外，处长，虽然你们在表达说用行政单位来规定哦，我们要表达，我们太鲁阁族，我们各个部落、各个村落都有很多地方的组织啊，我们为什么这些地方组织都没有听到邀请呢？还我狩猎权！还我狩猎权！另外，我们还想表达一件事情，我们听到处长说，现在行政院有一个草案在那边，你处长也表达，这是98年在修法。修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？现在是2015年，修到现在还没有修，我们难免有情绪，希望你要理解，也希望太管处不要踢皮球。我们知道你们是行政单位，但你们有权利也有义务把我们的声音很认真的表达上去。我们族人真的非常愤怒，我们这一次不是第一次来国家公园抗议哦，不是第一次来这边抗议狩猎权，已经好几次了，每一次回我们都是。这不是国家公园的太管处的责任了，是我们上面长官的责任。我们不能这样，我们不是一直被欺骗的，我们不是不理性，是我们真的受不了，一直这样推脱了。我相信下一次共管会的时候，这里我跟我们的族人讲，30天以内给我们回应，好不好？30天给我们回应，好不好？给我回去。刚刚这个处长说，他这边要把我们的意见表达上去。我们要的回应不是只是要表达上去，我们要的除了这样的回应之外，我们更要在时间内看到太管处跟我们的内政部民建署有具体的行动。我们不是只是要你来回应，在这里我要特别跟狩猎权，狩猎权。马上就是感恩季，我希望就是说，你有诚意的话，让我们开放
开荒这两个礼拜是我们痛苦的狩猎季。处长，我们所有族人等你30天的答复。我们要的答案是：还我狩猎权，还我狩猎权。国家公园违法，在我们传统领域，还我们族人狩猎行为。我相信这是我们所有族人所不耻的。我们大家一起来，还我狩猎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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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你大开心的啊！我们已经充分的表达，我们已经充分的表达，大开心的啊！好。各位族人，这个活动、这个游行、这个抗议、这个不是结束哦，这是我们的开始。30天内没有听到回应，我们会再回来。这不是结束，这是开始。它不只是为了就是好像我们只是要去吃肉这样，或者是那种摄取蛋白质。像我们这种狩猎是一种跟祖灵或者跟传统文化的一种连接，所以每次我们在狩猎的仪式里面，国家公园法又跟原住民基本法就相互违背。国家公园法是旧法，那原住民基本法是新法，那新法由于旧法，这个国家中华民国政府它是选择性的。国家公园是民国75年成立的，可是我们太鲁阁在那里有300-400年，它居然完全不尊重在地的文化。每次到太鲁馆处去逛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虽然是一个风景区了，但是事实上是一个文化的坟区。我们看得到自然景观，看不到人文景观，然后都是被那些陆客啦或者观光客在那边消费。今天处长又出来，但是他的回复是不够实际，也不够具体的，一直要推脱。他推脱下去，我们就永远被搁置在这边嘛。所以我就觉得下一步的话，我们的行动会更加的激烈。我觉得我们施压的对象不止国家公园啊，还有立委本身要施压啦。这些立委，因为这个也不是喊这几年的事情，已经喊了好几年了，所以我觉得立法委员其实要负责任。行政部门要先提一个法案给那个立法院修，可是立法委员自己也可以提啊。部长念的那个修法，听起来 OK 啦，不过那个文字当然还要细看。可是，假如那个修法是这样子过的话，其实到时候国家公园权力会很大，他会决定说，我这次准不准你狩猎？对，到时候那个共管机制就会更重要。怎么样共管这个事情哈，我觉得要边做边学啦，你很难定一个什么完美的法律出来落实，一定要先做，你不做的话就永远不会做好。那个法以后可以慢慢再把它定得更好一点，可是你不做的话，你就永远不会踏出第一步。前提就是你起码在决策阶层单位里面，政府机关公部门一定要跟部落有大约对等的权利的。当然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共同负责任。我们部落就算有权利，可是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有权利就要负责任。